先去了后，咱这一般顶人才当去。但是因这是针对泰国这个航空公司，北部航空公司是要管理这个物件啦，是泰国，因是因的航空一定要爱航向性理解，这对航向是一种足重的尊敬。咱今日看飞船食饭，你袂使甲伊做伙食，伊做伙食，伊伫遐咧食，你袂使甲伊做伙食。甚至你困倒，你嘛袂使爱甲摕物件，互伊爱牵着摕物件。是安尼哦，伊规矩是足严的哦，所以咧规矩你若甲破，袂使甲讲的时阵啊，即个个伊收办到咧讲起，哦，迄个规矩改变是真正的。毋过呢，那疫情啊吼。规划着当中啦，咱是咧飞行啦吼，咱就是网络看着好像咧开鱼啊内底吼。按泰国飞上，无一定食菜，迄叫做小食，迄叫做网沙鱼啦。网沙鱼有咧食葱啊，有咧食蒜啊，但是唔可以食肉，安就对啦。所以这个我是亲看着啦。咱泰国一道盘主，伊工程啦，请和尚来咧念经啦吼。但是当中伊做司机啊，司机就是拢播咧是咧肉、火锅啊。但是爱无咧食了后，咱即个一般这个人家当是食伊个物件，安尼你袂使甲伊做伙食，爱和尚食了当食。所以呢，今日伊中意就是讲，即领，即个咱拄则讲是只福地衣，衫衣、袖衣，即领衫有三领，一领叫做汉头会。一领叫做伊多罗森，一领叫做福田衣，增加衣服的三种衣。我即摆是咧讲消费啦，在讲消费设计啦吼。起挂，起就是讲手中摕一个手中摕着一个物件叫做起啦，起到起挂就是华语，即个华语的标签啦吼。华语叫做挂波多印度的翻译啊，汉语叫做印度的啦吼，华语叫做中文啦吼，伊叫做波多罗，波多罗嘛，翻译咱中国话叫做应量器，应用器就是一个挂应用器啦。这个应用器呢，你当中有分做三种，第一叫做体，第二叫做色，第三叫做量。有分做三种，这个物件，这个体就是讲，你会用迄个哪呢？用瓷器来做，是用铁类，这有分做这两种，铁类甲瓷器会当做这个叫做体。第二种叫做锡，迄个锡滴你袂使用红的，因这有规矩哦。伊咧用迄个放假你听无？迄个斑鸠放假，迄个脖子，迄个灰色的，迄个放假，迄个色，你想迄个红的，对不对？想青嘛袂使，迄种会刺激着和尚的心，和尚的心会起心动念，这种袂使，这叫做色。第三叫做量，就是讲你是中国，你是小国，你是大国，比如讲老者爱食大国，较较则食中国。较袂食就食小国，你袂使小国去中国，中国去大国，这种总有规矩的。这叫做体色量，拢会合于规矩啦吼。所以体就是我后壁咧解释讲，体跟活，迄个叫做鬼啊迄款啦吼，这两种为体啦。但是现在这拢是传介迄种，这拢是佛教上我哋用即款物件啦吼。拢改纪念品咧用啦，色，对斑鸠的脖子，我有写一下啦吼。这拢总爱合法的这个要求啦吼。第三就是讲量，法度人法度。你若讲你今日当中呢，你大国你去小国，你一定要法度。若小国去大国，叫做浪费。这种袂当，这种袂使安尼食。所以呢，因为甲你分做各人的这个量。你是大量，你是中量，你是小量，但是呢，是嘛？这个钵，这个钵啦，都是咧3米1钵，这种是咧迄个
传承内容的啦。啊，其实你甲快非常结果，你食，啊，你半分讲起来，迄砍一空仔尔呢，迄空仔只空压下底，一个几只大几呢？啊，你免斗讲起食嘛无好捞啦吼，因为怎？因为因惊嘛，啊，第一只叫冷嘛，啊，第二只较抓出来嘛，安尼嘛，所以因迄个，即个锅伊内底放一个只空仔，啊，下底即大吼，啊，即摆学着大学安尼。因迄个锅是差不多即种模型啦，而咱头仔所收集的资料是即种模型。吼，七国入孝义大城，吼，即个孝义大城，即个叫孝义国。啊，迄个孝义国，介绍叫做文物与丰德，文物与丰德。因为迄个孝义国，迄若要甲讲起来，迄个名称。叫做文物，所以什么叫做文物？文就是讲真文明，啊，迄个物就是讲迄个物质真丰富，但是德风格就是讲有道德高深的人组成，所以当时这个孝义城就是印度的中部，哦，这个基丘高度园，这个高度园在孝义城的东南方啦吼，咱离迄个城，离迄个城，伊的城离这个孝，离咱这个佛道咧所发这个所在，离正城这个当中有6-7公里的所在啦吼。所以呢，因为要进孝义城，其实就一个半亩咧，啊，迄个行6公里，啊，看因了，再迄个行倒来，行6公里行完嘛了啦。哦，行6公里，若要甲讲起来，要2万步啊咧，2万步起啦吼，走是有啦吼，6公里1万步无？你想咧行应该有啦吼。食一个本仔行1万步咧，啊，逐个会行咧，无行无分人写咧，因逐个会行咧，啊，你若咱咧，你要叫伊离咱好成坐车，你才听到伊就无爱来咧，你要叫伊行咧，到遮有可能，所以过去修是坚持咧，哦。啊，所以呢，这个5-6公里的迄个孝义城哦，按照伊的注解咧，台湾来讲咧，这个大城当中是普鲁士王的这个京都啦，普鲁士王的京都啦，啊，就基德太祖，哦，启德太祖因老爸啦，啊，都叫做普鲁士王，这个京都，里面有9亿个人。啊，这个咱爱注意，离印度的疫内底当中，毋是像咱中国的4万版的这个疫，伊10万为1亿啦，所以大城大约最少都有90万人啦。迄个城内底有90万人，毋是91万人啊。所以伊的10万算一个单位，安尼就对啦吼。啊，所以呢，入孝义大城，啊，就是讲咱今日。即个和尚要食饭的时阵，一定着爱行入去孝义大城，哦，伫即个文武风尘的内底当中啊，吹呼去发扬，安就对啦吼。乞食就是讲乞求饮食，上乞食，用二命，下乞食，用性命啦吼。哦，咱甲看着乞食啦吼，先啊含不得，啊要食饭尔，啊着爱写出二金刚经的分享。即若要甲讲起来，一切的经典啦吼，若是第一分、第一，拢一定是作用的。甲咱讲起来，迄叫做纲领，纲领就存在咱即个3个领啦，咱即个3个领，迄叫做重要。啊你是不适时着一起看入孝义大城乞食，有机社中主地乞地，凡本事凡是必修一段，实质比负责其身，这几伊遐重要啊！啊，下大金刚经的第一，啊，金刚经咱嘛打面故上面讲起，是一部经典，嘛是一部足重要的经典。经典，你世界甲讲不离金刚经，啥物人捌你甲讲？但是重要在是即个物件，我真。这个所在，当然，咱爱去甲抽丝啦吼，爱去甲
了解伊内底伊内涵。所以呢，迄个气息内底当中，伊迄个气，伊不当然因过去因毋是无人食，因是无，因是讲一定爱去啥人食，因为当然因过去的规矩，就讲伊今仔日，伫咧宣扬佛法，但是当中第方面就是众生内底当中会当做什么福报。恁强用法，但是讲道理互你，因为其实因为你有即个肉体内底当中，一定要食饭嘛无食饭咱会巧伊咧，一定爱有即个食饭。即个食饭就是众生的强用，众生嘛福报，毋通讲强法、强法、强身佛法身嘛供养佛法身嘛，即个是众生强法的力量。上其实要归命。什么叫上其实？就是讲，因为因今仔日即边佛教导，因无论出家也好，无论在家也好，但是因拢一定要去实佛法，去实正法。因为咱人若要听正法，咱人思想，咱人原则，咱人会偏差去。所以当中呢，即个用即个慧命，咱而且来。做者参考啦其实咱袂听道理的讲，咱茫茫讲，人生就是茫然啦，一日过一日尔啦。但是我有听道理了，我知人生的真义，人生的实义，我毋是要讲来遮食饭、煮饭、做工课，我毋是要来遮简过一世人尔。因为我来遮就要得到慧命。要得到慧命，要得到解脱，我爱即个物件。如果咱明日咱个想看歹啊，咱就无简单的做这做人，特别就做这煮饭，做这食饭，做这做工课，娶某生囝，多拼是死人，拼是死人，后尾若时间到，搁再投胎，而且落落落。连个什意义嘛无，若安尼输一只哪呢？输一只妄想，妄想来人只做好势，去一间我去到迄个时阵迄个第北迄个东门白沙东门感觉好像阿孙的去一间迄个外地政府开门开会个啦，讲我带下2只妄想伫大陆送咱2只妄想，互咱2只妄想来看，我边头。食饼头，但是伊有一阵人要甲读书，伊若咧看病，就咧叫医生来注射。伊若咧食袂落，对什么问题来用什么物件来好食？照顾到无微不至，我请两名教来照顾。你有对恁父母安照顾？咱输一只妄想呢，甚至只精神呢损失啦。如果咱若要来只生活，恁较有意义嘛？咁是安尼，毋过呢，咱一贯地主，咱是福报。咱即世人虽然讲按照着过去来到即个世间，而食、穿、娶某生囝以外，这是咱的咱人生来一种的即个下属的工作。毋过咱得到即个上属的工作。就是得到真理，得到天道。咱每个人咱讲参考，咱能解到遮听佛法、听道理，咱若只妄想无相像呢？迄只妄想，因为听道理听无呢，你要讲道理要听，嘛参着对有咧单纯相像呢。伊听无听无，因为伊无法度得到佛法，无法度得到正法，伊的自性咧改变。伊的自性要改变，就无可能改变，因为我们做妄想，有就无，北京嘛是有一句话讲，咱人无了，人呢无了，咱人改变呢，所以咱自过去，咱从道理经过了后，前辈才一直甲恁教，咱从教到真几年，你甲想看觅，咱一世人来40年、50年来，咱是道中。
完全无退转。这毋是咱唯有就是赢一切众生尔嘛，咱赢这尔嘛。若无我讲，咱若无行这条路，咱无行这某项。但是咱今日行这条路，赢过一切殊荣光荣。皇帝物，无一定赢。皇帝后尾咱一个看好地，对不对？但是咱今日得到道了后，虽然我毋是足有钱，我毋是足有地位。但是我得到道了后，我会当改变我命。我会当地府周顶天龙我好，因为我有道人听，我有真理人学。咱毋是说得到赢这个物件嘛？所以呢，咱今日这个气息，就是咱每一班次，这叫做上气息的用咱的会员。有机车中，意即在大卫城中，有彝族当下。有气声中，就讲咱当下伫即个声中安尼行。咱各位，阮这两个阿里泰国，这是嘛冇去泰国的。咱伫迄个个泰国的城市啊，比如讲，阮去长安，还是去板岛，透早回乡，就爱带规间的活人，后壁边就规一群人，伊安尼强讲好个。迄根本是城中，爱一划一划安尼行，有去城中啦，所以呢，就是伫个城中处地起义，迄个处地起义有即种所谓讲，不得气息。过去咱都听人讲不得气息，讲会当听去七号尔啦，即种是修行人的意境的领悟啦，不并无有这规定。上气息无有办法用文字来叙述，所以所谓七号，就是讲目睭2号，鼻仔2号，鼻仔2号，嘴巴1号，叫做七号啦。鼻仔2号2孔啊，目睭2号2孔啊，耳孔2号2孔嘴1孔7孔嘛咱目睭看着咱就适当的。耳孔听着咱就适当的理念咧，目睭看着理念咧，鼻孔闻着理念咧，耳孔听着理念咧，嘴食着理念咧，爱要食好啊，爱要听好啊，爱可能有阵仔讲人的是非啊，拢是有嘴对不对？就安尼，这个七号爱起这七号，起落起来，免啊起落哪？这无清净啊，起落清净，互眼睛清净。互耳根清净，互咱的鼻根清净，互咱的口根清净。人这互拢清净了后，咱就无念嘛。因为讲七号代替是讲这七号啦，这是一种上气息的说法啦。不可能，因为下气息是本来只过去，下气息就咱就讲下气息。就是咱去习惯的食啦，过去发现是无啥物规定啦。离分道的时阵，无有规定讲，这个安怎做？是将过去大家识甲苏摩地2个人，苏摩地伊去发现就要发现迄有钱人啊，像恁这有钱人，要找恁这有钱人啊。无好识就要找遐无钱人啊，2个人的。意向无相像啦，咱就应用大开色啦，大开色。你今仔日的时阵你快，咱找个善良人，你若无找个好个，伊讲迄善良人，真死人就是无过失，但是当中呢，一世人若佫无过失，后世人伊就变啊善。因为无物件都做去食无无变怎？过去一个顶个去食无啊，对不对臭生讲到过失出来啦，但是只要伊过失会出来，伊拍开伊内心迄个贪念、健康，拍开健康，安尼迄个拍开了后，伊的心会哪？伊的心就会拍开，伊就会健康。所以咱过去有一个顶个，阮爸开始变化的时阵，就去食无把一碗这扫帚盆汤过死哦，迄个大开色顶，食对对。大开色，
上厝的这师兄师弟大开销，这臭生风太正是，大开销就讲，即摆是宾女伊中昼要请的一碗饭，但是伊唔甘食，伊从布施互咱，唔是伊唔接到互咱的，即无实相，唔是伊唔接咧害咱，即无参加，因为伊就是欠要人布施互我食，但是我即摆放来食落去。大客即个宾女会拍开伊内在迄个汤便汤后世人，伊就免来做去食，有道理无？有道理啊，为众生啊！你善良人，你若一条线一天，你就布施出来，我就来去。这叫做大客善业问题。为着即点善良人，为着即点贫贱贫困的人的实相，毋过你娑婆地呢？娑婆地就无相共，娑婆地咧找到最好嘅，即阵好嘅人有钱，充裕，三车四车，就个时阵食到足好济。你即摆想咱遮做参考啦进社会有钱人不有钱人，你看普通有钱，伊食物件拢足好济。有阵时便当食一盘就等下你我较早我咧去咱爱上咧去幸福的时阵你用所说的这样食，因头家拢着爱去买迄个便当便当后鱼肉、后鸡腿、后什么迄个便当上少少爱开起来，迄阵咱几十年前要去迄一个便当几百块足好来听。拢着买遐好诶，来乌西这师傅，师傅较存紧。大家买较无好就饮食呢，甚至你甲买啊好就伊食一盘要等掉，什么人要捡，靠什么人要捡，甲等伊了有阵时狗啦、猫啦就来捡。迄个我是真有心拍着，这是一个冰山异象。你若想要保护点迄有阵时几只鸡规大块肉倒掉有无？这咱拢拍着，是有这个物件。但是咱好个人，伊这叫做疾病嘛，伊叫做咧小病。娑婆地看到这个人的时阵，伊感觉这人拢毋知人布施，因此当中，伊当开始要找这个人坏，找这人坏，所以咱就当中，咱就拄着一般咱的迄个习俗嘛做有钱，咱爱上会当去泰国，会当的时阵去迄三英房省甚至呢，咱离迄个有温，咱离迄个昆明会当这省，咱逐个古时，咱行山是好当的，伊离过来树吧，出来甲咱的时阵泰国去食一间省。所以咱嘛非常赞叹，因为有钱人会晓去做这代志。所以当时佛陀伊这两个弟子，娑婆地就专门咧找这个。但是当中呢，因为咱甲听听咧，娑婆地解说有道理无？因为因这有钱人是叫要抢名，所以因为伊对这好个人坏，互后世人伊能继续开个，有道理。毋过呢？因即个人揣问佛陀甲讲，因这拢对也拢毋对，拢对就是讲因这拢为众生。你讲大家说伊嘛有众生，你讲娑婆地伊嘛有众生，拢对，但是有一个对咧分别，因为你修行到内底当中，上界重的就叫分别相，这个分别相绝对袂使分别，所以迄个时阵佛陀当甲做一个设定。叫做触地起意，迄个触地起意就是讲一步一步来。你已经教你的挂定，你挂来倒转来，你袂使继续躺落去。所以呢，这种是当时咱佛陀甲伊设定的规矩。所以呢，这个佛陀伊设定叫做触地起意，
你是小歌，你是中歌，你是大歌，一家一家叫到你写，这叫做意。意就是讲一经有啊，吼，那安尼当中呢，这就是以身作则，这个无分这个贫穷啦、富贵啦，吼。我今日感觉这个有钱哦，这个人样样好笑，我就来找迄个哦，迄个人无钱哦，我较尾我就甲跳过哦，袂当安尼啦，吼。这叫做咱遮看着叫做触地起意，吼，这叫做触地的，我怎么来？袂当你跳过安尼对啦，吼。这个曾经啊，吼，有人讲吼，不得机，像我拄则讲过啊啦，吼，吸无着变化啦，吼，这是咧解释叫做言而鼻舌啦，也是咧讲啦，吼，吸我们的七号啦。这叫做魔境啦，吼！离经魔境离福德只惊无讲只惊去七号啦，吼！伊叫做触地起意，这半话咱互都提出跟各位做一个这个强烈，那么甲咱各位做一个证实啦，吼！这是咧讲魔境，七号是咧讲魔境的艺术。你讲你去你的目睭看着。你袂使念着，你的耳孔听着，你袂使念着，你的鼻仔闻着，你袂使念着，你的喙齿，你唔通要挑好的吃，还是讲喙，咱后面讲话，爱把去看着后面上物件，耳孔听着，咱后面去上物件，安尼叫做安尼肉筋的内底当中，叫做眼筋，叫做鼻筋，叫做脾筋。叫做水筋，肉筋清净嘛，言而鼻舌身意嘛，都叫做肉筋清净嘛，这讲该说个咱肉筋要清净。那观气本处就是讲回到本来地方啦，这是波动苏达德波线的原地，这个观气本处就是倒转来，你安怎去，安怎倒转。咱今日头尾讲去无倒转来，就参照我连中名来讲写对不对我等下再转到中名。这叫做观气本处。这两个甲讲起来就是讲，咱离西方行到遐来，行到遐来但是咱是毋知咱倒转西方行到所在。咱本来就是天堂来，但是咱来到这世间叫迷失，咱从头毋知影倒转。回袂倒本处啦，所以就讲这个苏达就是讲，这个叫须达多就是讲这个不主长者啦，不主长者，饭是意，饭就是讲这个饭食饱，饭是意的意思，讲这饭食饱啦，修一半，这个修一半就讲饭食这个当中。迄个伊甲我，迄个伊就是叫做伊多罗僧嘛，伊多罗僧嘛，就是迄领毋是伊多罗僧增加的，迄领伊坏的迄领衫嘛，爱收起来嘛，爱看白领嘛，半伊洗嘛，食饭食饱嘛，爱饲家，饲即个家的规律嘛，即使收着即领衫是增加的衫，把即个大衣收好，换迄领。要换另外一领，迄武装衣嘛，包括洗好，用着这个这个应量器啊，这个功能，这个你是你家己起来家己爱去洗洗当中的，来收咧，这个咱这个把衣挂，拢甲收洗洗足去。因为洗足去袂洗骹嘛，因为都讲咧，这个不得当时，伊有一个规定，就讲伊咧对你化缘的内底当中，袂使穿鞋，这是一个规矩，叫做赤骹嘛，袂使穿鞋，就讲你叫做骹大失地，因为咱除了就讲咱的骹。会去好像会插破，但是讲脚会去插破，
有这个固定以外会使穿鞋啊，穿的拢袂当穿鞋啊。所以你若去到泰国，看到个和尚啊吼，你甲看因咧出来发言，大家拢真正啊，无对一个穿鞋啊。因进目前中虽然泰国是一种小乘佛法，但是小乘佛法当中因进要做尊重分的这个规定。所以呢，因为但是因为四十几就是讲，你今日去当然异性作者为了当中几十公里的嘛当然咱的骹有迄个尘土嘛，你而且较惊到倒真个太无惊啦。惊人因为你要入众嘛，要去的时阵听佛的讲经，100人要去内底听佛的讲经说法，你煞袂洗骹，就因为是啊，你若要困无洗骹，你瞓入去袂？嘛感觉怪怪洗出去嘛你会洗骹。你若今日要禅咒，要听佛的讲经说法。你的骹若规较乌索索，迄个个骹逐个行，若落雨去倒落满满，若安规较糊气，那个多济条，规个人好啊，所以一定要先出去啦无你要打坐为安啦负责而做，负责而做。迄个负就是引开着这个解负做句，在不在学习必修，要拍这时拢爱用这个。造句伊有写句因为伊叫做过句伊咧混的时阵把它撑开来，用落起来，叫做叫会当混那变成床单啦若甲你变过来，伊叫做坐垫，伊变成一个坐垫啦，坐垫负坐而坐，就是讲伊把这个坐垫甲收起来，伊而负坐而坐然后把两只骹结扎结枪大坐下来，讲两只骹，咱着看佛教上内底当中伊拢叫做坐下，两只骹盘叫做盘脚叫做负坐而坐安尼，这是因为咱以前讲叫做消文但是当中呢，法起词包括消文、释义消文已经过此段叫做文法节。咱拄则咧讲的即段啦我拄则一定一段怎介绍来，迄一段消文有一个意思，三分这个意思，迄个消文消文释义这一段已经断过，但是咱一定要显理，因为咱今日若无显理，咱用无经，今日在讲这个语言变成接袂落，因为靠第三分来，就讲大乘正常分来。因为你第一分接袂到伊大上正常分来，你基本上讲里头前了，人家啥意思所以呢，显理有分做两半，一个叫做千理，一个叫做情理。那现在要显的理有分做两半，一个叫做千理，一个叫做情理。这个千的道理啦这个千的道理呢，叫做以理为处。这个理无去显会使。因此当中呢，法起词所发起的正当分会接袂落来。什么叫做法起词？法起词就是讲经方面的第一分叫做法起词。迄个大乘正宗就是第三分。第三分就是讲要讲一切拢爱空的物件，讲实相的道理的物件。但是因为你若无把这段道理显出来了后，把伊的真理甲讲出来，内底当中伊出这部分这道理讲出来了后，其实因为第三分就是咧讲，佛教这个做这个做这诸佛三摩萨嘛，一切众生之类，欲软心、欲爱心、欲失心、欲化心、欲有色、欲无色、欲有相、欲无相。莫该连接无为力凡而灭多智，如是无量无数无边的众生，是无众生可灭度。安尼听我意思，伊要度这点众生佫袂使有执着度众生的想法，这是大乘正宗讲的。我是真正，下个学当年个大家提供一句话：你今仔日当中度化众生，你袂使执着你度化众生的想法。
你执着无法众生的相，安尼叫做分别执着啊。所以呢，因为这个大乘正宗，就是讲你要度众也爱空，你说法嘛爱空，你一切物件拢袂使执着爱空。啊，所以伊个空理就是讲实际的道理。啊，所以呢，因为今仔日因为正信虚有，而迄个大乘正，而迄个发起事的即个地方的内底当中，因为伊就是一直爱讲到对迄个对迄个情理论，情理论爱情理，叫伊意思。所以呢，即个正宗本是咧讲啥物？正宗本就是咧讲悟空、法也空，至少咧讲两空的道理啦。内空也爱空，咧讲三空的道理。欲心处上，即用人中是者；欲处法上，即用人中是者；欲处非法上，即用人中是者。这个三方面。欲心上，我定事上都无空啊；欲处法上，我定事上都无空啊。所以第心的事上爱空。法的事上也爱空，空中的事上也爱空。安怎我意思无？这是较深的道理去啊！所以你讲到比较大的当中呢，因为你用功经的第二分、第六分的内底当中，伊若讲无落去，会较接近。所以呢，伊用正宗分叫做大乘正宗分，大乘正宗分用功经的第三分叫做大乘正宗分啦这段法起事。用以持国入社会大家其实食了饭拍做，这个金刚经万事万种拢围绕着这这个两个问题，答复这两个问题，并发挥这个问题，发起事文来突破破饭啦什么回来，迄个习俗啦。食饭百节啦，这是咧讲什么道理？这是咧讲叫做安住真心啦，叫做降伏妄心啦，这个问题就对到讲呢，这个问题就是对金刚经的第二分咧讲，苏菩提咧问佛，若有善人主善如理，发阿妙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云何应诸？云何含一切果？这就是因为当时苏菩提问佛的两个问题。金刚经因为拢围绕着，因为规部经典都围绕着这两个问题，甚至到咱这2566年，咱嘛还为着这两个问题咧想落去。你要安住你的真心，你要降伏你的无中心，所以叫做呢，因为这个食饭，食饭的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和这个问题有关系。就是咱今日要讲的重点，有啥物关系呢？所以一定要先理，但接下来啦第一个，咱来讲千理啦发起事，发起正宗分，而正宗分咧讲发解，正宗分咧讲发解，大乘正宗分第三就讲智慧啦迄个发解来讲，文言发解、观念发解、甲实相发解，咱拄则迄段文字就叫做文言发解。那文言发解当中，我讲这个智慧嘛，发起事感觉世界修经，我讲了48年无离开，这个界定为三道好啦这不离这三个字啦界定为这三个，这三个就是咧讲啥物件？就是咧讲叫做圆照发解。什么叫做界？什么叫做定？什么叫做慧？要使人开智慧，咱来知影，这个智慧从何来？这智慧就是因佛教。为什么咱袂现前呢？因为咱被烦恼无明甲咱覆盖，所以呢，咱需要爱开这个智慧。开就是启开，也就是启发，即是以佛所讲的道理来开启。安怎开启呢？必须爱怎？必须爱修定。才会当入定，必须爱修戒，所以呢，因为持戒就是要修定。第三，开智慧，所以楞严经啊，迄个楞严经啊，咱讲出来讲有戒生定，有定发慧。
这叫做三拍界定位。啊，三拍界定位就是讲什么呀？啊，就是讲，因为当时不是历时，不失时，欲以持国，入社会大社去实，有其城中处地去地翻本处翻实己，受依国写作己，这段当中叫做持戒。咱有看伊无？历时不失时，我要食饭的时阵，要有规律，叫做戒。爱戒要有规律，好，伊袂当无规律，袂当讲啊半晡就来食，啊透早就来食，伊为迄个时阵到迄个时阵食，叫做不失时，欲以持国。你今仔去穿迄领衫，你要换元，你袂使穿咱迄件衫来穿，有戒有无？伊持戒，持国迄个国，因为内底来定两个。迄个体、个色、甲量，来定啥意思？拢爱照规矩来，哦，爱照规矩来，是爱照规矩来，伊无照规矩来，迄个都甲你定个啊。你袂说你用铁啊，甲用瓷器，迄叫做铁。色地的色，就是用迄个咱房间迄个斑鸠，哦，迄个叫做色泽肤色亮。你大量袂使见小量，你小量袂使见大量。迄种甲你限约咧，迄叫做戒，迄叫做持戒。哦，社会大城去实，社会大城去实，你认为爱去内底去实，有其城，那些规矩啊，袂使学袂做，袂使学袂做，我甲你定规矩诶。哦，像是有其城中处地起地，迄种爱持戒。袂使哦，迄个口我都装伊头前去，啊，迄个口我就无爱叫人快。你一步一步来爱规矩，袂当你无规矩，无规矩就无你啊，迄叫做持戒。有其只出地去你翻本厝，你去了就爱倒倒来，踅倒倒来，到咱迄个本厝，你伫倒出去，爱伫倒倒来，爱照迄规矩。你袂使哦，我当初了。我这大草埔仔口遐吼，啊衫爱白白的实实的吼，袂当安尼，要你说你要，好，我怎么爱讲？但是迄个离因内底有够上来讲个，因为迄个大厅的时阵，因为迄个所在咧食，但是迄个所在咧食当中咧，一定就爱互相上做成同齐。你后壁当当袂个，后壁QQ当当袂个，就参像咱过去。咱道中前辈就甲恁教，啊，咱点嘛煞爱啥物当兵，但是即摆拢凊彩啊，即摆我较无在意啊，较早是安尼哦，点嘛输袂当兵，咱袂使无当兵，迄赶紧教发生安尼哦。但是即摆呢，我那差不多较不在意啊，吼，哦，因为这点嘛是大家，我讲时代一直变迁啦，吼，方面就好，处地起地。翻本厝，翻实己，梦想吧。伊我，伊三修爱去换换得换，你爱换人去做伊的日作伊啊。哦，我你爱给说，爱给排排又好，你拢爱是几个？哦，写作伊负责做，脚爱洗好清气，做规矩啦，逐项安尼，这到这叫做持戒。负责地责，但是叫做持定。不过你伫遐伫咧达成个持定嘛，啊持定来怎？生慧嘛，生定慧嘛。啊你遐持定就是要贴好个感觉啊。这已经有讲到三合界定慧内底啊。啊三合界定慧内底，当中咧讲啥物道理咧？讲叫做千里。哦，所以即半段千里，历时不失时，拢是咧讲戒。负责地责叫做修定，若无戒。要修定地位，你若无家要修定，迄个地位走袂出来。三合界地位，三合界地位就是安住基、身心、含无妄想心、离金刚经、微无金刚经，拢围绕着这两个问题。我拄则讲，因两念都因为相互牵涉。咱今仔日就是即个心安住袂好势，咱即个心就含无袂好势，咱是咱咧修。啊，因为心啊含无袂好势，心啊修袂好势，咱也想看卖，咱道中的规矩，
世界有几句话，即道中人咧甲讲者，照伊过去离佛故乡的内底当中，昆道爱修380界，昆道爱修，天道爱修250界，过去过落咯，昆道嘛袂使我滚哦，点面钱哦，嘛袂使滚大床哦，啊嘛袂使穿花哦，嘛袂使穿红的，拢都袂使哦，足侪物件滚啊！解甲会使甲讲的时阵啊，足严格哦，即嘛都好解，实可以无就都好解。解，你我解你就解了好势啊，解了390界啊，250界，有无？无怪咱真正想袂好势啊！你讲要定，要定一块去。咱拢个个咧定，咁是安尼，因为你国家它会定不落来嘛，看到心就动，哦，啊听到心就动，而咱日常个内底，咱即个心，拢伫遐个起伏个顶，免得安住咧下错，免得安住咧学，因为你都要起开啊，安住好势，所以学袂好势，所以金光经即部金光经内底当中用的这种。你记得按住你个项目，所以伊就伫第2步讲我，都是甲你用三合界定位，迄叫做，迄叫做咧，虽然是千里，但是迄个清界理，深解理理啊，迄个理理你会点解论？所以第叫做界，界叫做讲啥物件？释波罗蜜，你有教上来讲叫释波罗蜜，是清净无量的艺术。清净是指心靠以三业清净，心不止恶业，靠妄言有意，意无有邪术，完全是正书正相。这三业清净，一切的错误，统统都没有。咱这个心清净无量的艺术，清净无量的身口意，心啊靠意，对不？温和，如来显佛人诸菩萨，如来显护修诸菩萨，这是如来，这是当时佛陀离第金刚经第文殊菩提这个显现去抢嚟讲。诸菩提在大众中即将做起，遍探有关有情欲地合正用定力嘅福言，岂有世尊？岂有世尊？意着真正当时佛陀，如来显人诸菩萨，如来显护修诸菩萨，你伫遐出业光返了后，你是咧显护人诸菩萨，显护修诸菩萨，我发现，毋知来讲，现在岂有世尊？岂有我暗捌看到这个道理，这样超过当时叫我苏摩地发着，显护人诸菩萨。就是讲，身意清净，就是讲安怎三业的内底当中叫做心业，啊叫做意业。如来显护修诸菩萨叫做口业，叫做三业清净。你如来伫这个当中，你出入往返的当中，你心无起邪念，你嘴无讲恶业。你离今仔日离，离这个时阵啊，这个身躯你无去害怕，所以你伫三业的内底当中完全足清净，用安尼来带分一点，所以意无邪术，完全是正事正相。这三种是一切统统拢无迄个物件，这是第一个问题咧讲解。第二个问题咧来讲定，定就是讲上定，华外双语，华就叫做中华。梵就是叫做梵，印度的，所以呢，安尼叫做禅，安尼叫做禅定。禅就是印度的叫做梵语，定就是华语中国话。近现在呢，人叫做禅理，教授叫做禅脑，迄个那爱介绍叫做脑，叫做禅脑。禅脑在中国华语的意思就讲思维修，思维啦。咱的思维，所以思维佛陀伊的八正道来讲，第一叫做正见，正见啊；第二叫做正思维啊；第三叫做正悟啊，正悟啊。
正语啊，第四爱叫你正业啊，第五爱叫你正命啊，第六爱叫你正精进啊，第七爱叫你正念啊，第八爱叫你正定啊，敢是？这甲你讲叫做思维，叫做拢爱正。你思维这八种都拢爱正，所以伊甲你讲思维内底当中是只是心性，处心灵不昧了了灭，互你的一个心伫逼川汇海中里面变了规山无理想。你的心如何这杂念甲你点放去，你的心定了来，你叫做禅定。大所甲你讲，内向外定是名叫做禅定。禅宗伊的心态叫做静路，静路是只因心而心的艺术。若心不静而妄想为分，就不能入定。你的心一静自然就会定，所以为名是名叫做禅定。你甲讲来讲叫做静路，静虑。咱要用清净的思路，咱人用复杂的思路，咱免说用不满的思路。现在你用不满，你的心就目标，你所想做拢无一好代志。咱较早老人我讲烧马幸无话，若烧拍呢，就是无咱。烧马无幸无，迄个上歹听的话，甲变拿出来，敢是安尼？安尼讲叫做情路。而一个人作受气、作不满的时阵，哇，歹听把它变出来，迄个时阵拢袂咧动啊，敢是安尼？但武过后边哪里后悔？敢是安尼？因为咱无去情路控制家己袂好势，因为你家己已经失灵去啊嘛。换一个解说，你家己已经失控，佮换一个解说已经爆冲，什么叫做爆冲？一只车你若控制袂牢，爆冲，迄拢是足济人。迄只车你若控制袂牢，爆冲啦，数年的伤啊！迄个离迄个对因迄个，就是因为伊早因迄个囝要读册，我遮米老友诶，用一个分刀，毋爱食酒食饱嘛，爆冲啊！那时咧大炮英雄诶，弄死4、5个，数年伤啊，救倒转来，迄个耳朵啊，弄倒十几台，迄叫做爆冲。若爆冲去当中，迄是不可思议的物件呢。能讲，咱一个人爆冲，偌大后果你敢知影？前2日，咱进入5日的时阵，一个太太跟一个阿妹离婚。阿妹离婚的当中，比较反离婚，迄个律师带传某，伊看律师传某要去帮伊办离婚，毋知要迄个外省所办经理要办离婚。因迄个翁哦，总开只车带回来，律师甲迄个太太拢作死。这个故事咱发现有人哦，应该是毋是我发现，实际上拢发，安尼爆冲无？已经，迄个情路已经反正咱灭亡啊！咱一个人啊，真正哦，受到灭亡啊吼，一个人灭亡3、4年，迄灭亡嘛，大概说叫笑的。迄少人是无咧通你讲伦理就对了，所以你袂记，情路就是指印证伊咧生定的历史。人咧甲你讲紧啊，紧啊，慢慢讲出话讲，当你有代志来，向前3步走一走，退后3步再想一想，嗔心起时要思量，放下怒火最吉祥。是讲，当你生活当中，你行头前行3步，你后壁再退3步。当亲人行过的时阵，你爱去思想，放下怒火最吉祥。你迄个怒火人放袂出来，迄个就上吉祥。怒火放来叫做归正嘛，你归定，你的定力袂输好。一个人若要定无正内底当中所想出来物件，就是足极端的物件。足可怕的，所以呢，心若不清，妄想纷纷，就不能入定。那安尼当中，你若一定了后，你若一静了后，你就通定。所以呢，迄叫做禅定。迄叫做禅定。
上顶就是内外，内外离内心的世界，甲外口的物件拢总无理啊。第三，叫做地位，咱拄则讲地步，然后叫做界定位。一道语言为其发展，叫我为迄个妙地位，地位会当连断有烦恼，显发本性。地位断断咱的烦恼，咱的烦恼对无？咱的烦恼足济。人生来到这个世间，凡人嘛，凡人啊了，凡人就是上个烦恼的，上济嘛。但是谁若上济，伊咱的地位足弱的嘛，咱的烦恼足济嘛。烦恼小股要价无价装，烦恼小钱要钞无面层，这嘛叫烦恼。因迄个代志，上到活当的代志，因迄个代志上到活当的代志。你迄个代志上到你的后壁，你的阿孙迄个干阿孙去啊，你上到边仔去？你毋知咱上到迄个时阵。